原本定做是保育类的动物的大石海翁，在禁令的规定之下，即马数量受增加到35000尾，保育的等级已经恢复做无危险。虽然是安尼，不过甲19世纪迄当阵，也有15万只来比，要差真远。在巴西东南部有一群真爱看海洋的职工，因惯是用翕相来做记录，结果发现讲，这几年在地大石海翁数量有大增加。这个消息一个出来，互因是感觉真欢喜。这种叫做座头鲸的海翁，伫咧海面顶捕游，有人则点伊的鳍，有人则点尾溜，讲个会发出叫声，佮喷水。这台船顶头有真侪穿红白衫裤的人，摕翕相机一直翕。因毋是干那来看海翁尔，是参加一项叫做巴莱亚美景的计划，记录巴西东南外海座头鲸抑个其他种的海翁出现甲活动的情形。为了要整理每一个志工甲研究团体的观察结果，因设立一个叫做“快乐海翁”的网络平台。根据官网顶头的记录，自2015年成立到即马，团起里的座头鲸的相片超过65万张，确定座头鲸的观察次数超过25万遍。经过比对，因总共发现超过58000多只座头鲸。比对的时阵，主要是看尾溜。研究人员发现，这几年当地海域出现的座头鲸数量增加真多，除了感觉真欢喜，也要去了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，到底是因为族群的数量真正有增加，还是因为环境的原因，和其他海域的座头鲸也受到巴西的外海。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。